来关心国际消息，新加坡初一举办12年来头一场总统大选，落尾是唯一一个少数族群背景、投入政治22年的前副总理尚达曼，摕到7成的票声选调，赢甲真水快。新加坡的大曼路龙市场甲美食中心，初暗时100几百名尚达曼的支持者，真侪人摕伊的竞选票纸，甲代表好运甲热烈的往来。暗时10点，选举局公布中央计票结果，尚达曼得到7成破纪录的得票率消息揭选，支持者大家拢真欢喜。10点30分，尚达曼甲伊有日本甲华人血统的家后郑伊藤木出现伫美食中心，现场随即响起热烈的鼓声，也佫有这个欢呼声，大家拢真欢喜。I pledge, and it will be my duty, to use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esident to advance this future of optimism and solidarity among Singaporeans. 新加坡对1993年推行总统民选制度到即阵只有2摆投票选出总统，其他3届拢有唯一一位合格候选人直接当选。这摆是对2011年以来头一摆进行总统选举的投票。3位候选人内底，印度的尚达曼是唯一少数族裔背景，其他2位竞争对手，新加坡保险合作社集中银行前总裁陈钦亮，也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官黄国祥拢是华裔。也毋过，因2个人的得票率只有14%，也有16%。连续执政人民行动党现年66岁尚达曼，原本是国际间真受到尊敬的金融专家，他出任 IMFC 国际货币加金融委员会主席，多摆互国际财经媒体选为年度风云的人物。2001年投入政坛，做过教育部长、财政部长、副总理、国务资政。伊温文优雅，讲话适当，真有聪明才智。一直以来拢是新加坡上受到欢迎的政治领袖之一。总统一职伫新加坡是代表性的国家元首，无实权，甚至对公共事务也无多发布谈话。真侪新加坡人原本希望尚达曼诚侪掌握实权的总理。过去的民调显示，尚达曼是李显龙落台了后的第一个人人选。过去几摆选举，尚达曼选区开出的票数也只是小可输李显龙。公视新闻王慧文连报。